美国职篮 NBA 詹皇詹姆斯今天一记切入上篮得手，让他的生涯总得分超越前芝加哥公牛篮球大帝乔丹，独居史上第4节。不过湖人最终仍以99比115不敌金块。今天的丹佛金块与洛杉矶湖人之战开打前，乔丹 Michael Jordan 生涯32292分排在史上第4，詹姆斯 LeBron James 累积32280分紧追在后，12分之差排在第5。第2节比赛剩下5分38秒，詹姆斯禁区投篮得手，生涯总得分正式超越乔丹，独居史上第4。随后他加罚1球竟完成3分打。今天他包括3分球7投2中在内，22次出手命中13球，斩获全场最高31分，生涯总得分来到32311分。这场他另有7助攻、7篮板、1抄截、1组攻的表现。在下一次的暂停，詹姆斯进到板凳席，把头埋进毛巾里，看起来似乎在哭泣，因为他的成就超越了自己儿时的偶像。乔丹在公牛和华盛顿巫师共花了1072场比赛，累积32292分。詹姆斯则以连本场在内的1190场比赛达到目前的里程碑。詹姆斯今天赛前90分钟推文表示，这实在非常不真实，天啊！为了今天历史性的一刻，詹姆斯特别在他的鞋子上写上谢谢你，23号乔丹 ，Thank you MJ 23。NBA 史上总得分的前3名，分别是前湖人球星天勾贾霸 Kareem Abdul-Jabbar 的38387分，前犹他爵士邮差马龙 Karl Malone 的36928分和前湖人黑曼巴布莱恩 Kobe Bryant 的33643分。湖人今天开赛起就一路落后，下半场开打后，在第3节打出28比19攻势追进，末节一度只剩个位数落后，但未能一鼓作气超前比分，让詹姆斯的纪录之夜略显失色。